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真相館。上兩條片呢就講咗兩位老師嘅證供啦。咁呢條片亦都要想講下另外一個教職員，就係馮堯敬中學嘅校長許永浩啦。實際上呢個校長喺發生事件之後嘅言論呢係廣受非議嘅。聽下佢最初訪問講啲咩啦。今次嘅意外呢，亦都唔係因為山路崎嶇或者老師帶領無方，而係呢因為純粹呢係突然之間有意外有山火。首先佢就話呢，唔係因為山路崎嶇，呢條路點會唔崎嶇啊？呢條路係非常之陡峭，非常之斜。基本上啲女同學知道上到去嘅時候已經係有搖血緩話發熱，跟住6個女學生都係一齊話想退出。啲中一嘅女學生呢，上到小平原嘅時候呢，已經係好攰噶啦。跟住佢哋休息完之後，再突然間有山火嘅時候，佢哋根本係完全冇力。係有學生見到話啲中一女學生腳軟行唔到，有人要放棄。係啦，有啲男學生喺上面望返嚟係咁樣講嘅。咁另外一樣嘢呢，佢就話唔係教師領導無方。咁其實當有女同學發熱嘅時候呢，咁就周志仁老師同埋黃秀明老師就調咗落去下邊，咁就睇住呢幾個女同學啦。咁跟住變咗李義嬌老師同屈佩瑤老師係上咗上面排第一、第二。咁呢個時候之前我已經講過，李義嬌老師嘅證供就係話佢本身唔係行山專家，而佢回頭望見到有火嘅時候，佢因為陽光比較猛烈，所以唔係太肯定，所以就冇即時通知其他老師同同學。呢樣嘢其實都係同老師嘅帶領係有一定關係。其實應該要揾啲再更加有經驗嘅老師先係更加恰當。好啦，跟住我哋再聽一聽新聞下一段說話啦。許永豪話：今次事件並唔會影響學校日後舉行戶外活動，但學校就會檢討搞活動嘅準則。而佢強調，學校係依足教處規定戶外旅行老師帶領學生人數嘅指引。學生人數嘅指引呢係1:10嘅，咁今次呢係1:12，咁點會合乎規例呢？點會合乎規定呢？佢講親乜都係唔得喎，最終證明咗唔得，又話自己係喎，自己又唔清楚，又冇查清楚，就喺度話係合乎規例，其實就唔係嘅，全部都唔係嘅，基本上差唔多講親啲嘢。跟住到下一段喺學校講嘅說話啦。事發嘅時候，為求脫險，大家同學都走失咗隊形，揾最快嘅路去逃生。我哋總唔能夠因為咁就話我哋一早係所謂呢行錯路。呢段路最終就查到呢係不適合14歲以下人士行嘅。咁佢哋所有學生之中有80%以上都係14歲以下嘅喎。咁點會唔係錯呢？咁即係一早就已經係錯啦，畀啲學生咁細個去行呢條路，又係啲嘢冇查清楚就出嚟講，講完又係錯嘅，完全不負責任。喺真相差情尋呢個節目呢，當時都有講過，警司靳敦賢就多次問校長點解要帶呢啲學生去嗰度。佢嘅意思即係話馬騮崖嗰條捷徑點解咁危險，要帶佢哋呢啲咁細個嘅學生去嗰度？咁所以靳敦賢警司都認為佢哋帶呢啲學生去呢個位置呢係錯嘅。好啦，咁我哋再睇下佢另一個訪問啦。到而家為止，我都唔係好相信呢，喺嗰日咁嘅活動，咁嘅性質嘅活動嚟講呢，係會有即係喺山上食煙嘅行為。佢唔相信喺山上面有食煙嘅行為，但係你唔相信都冇用嘅喎，你始終要面對現實嘅喎。現實就係有3個同學目擊到有3至4名中一嘅學生喺度吸煙，男學生主要係，就冇講過有女學生嘅。咁同埋當場嘅訪問就係話有童軍而係 1D 1E 班嘅。佢之前亦都講過話呢，得1個人睇到有學生吸煙呢，
就未必能夠證實嘅。咁但係最終其實係有3個同學睇到咯，起碼係啦，最少有3個同學睇到係有學生喺度吸煙，同埋陳日輝係見到有人一個溫衣班戴眼鏡嘅男生係攜帶打火機喺小平園。咁睇嚟許榮豪校長真係面對唔到有人喺山上面吸煙呢個現實喎。好啦，咁我哋再睇翻明報嘅一篇關於講死因庭嘅批評嘅。嗱，咁其實許榮豪校長呢就認識阿張遠恒嘅。嗱，我哋睇下尾嗰段校長講啲咩啦。憑佢對該名懷疑吸煙嘅學生所認識，他絕對相信學生的品格不似吸煙者。嗱，呢個騙徒呢，連個校長都呃埋喎，隨時嚇佢扮到好乖喺校長面前唔似吸煙喎。咁之後呢，張遠恒個家長都有同校長講，佢個仔呢就患有哮喘嘅，咁啲煙同火機係喺祖父家中攞嘅，咁即係想話唔係佢買咁嘅意思咯。咁呢一度又係想掩飾個仔唔係買煙買火機咁樣啦。嗱，咁之前呢就有講過呢一段情況嘅，咁而家個報道都俾大家睇翻可以係啦，就係嗰啲煙同火機就佢阿爸阿媽就話喺祖父屋企攞嘅。嗱，咁我哋再睇翻呢段路嘅資料啦，係寫到明不適合14歲以下嘅學生行嘅，咁就再進一步證實，但係啲學生去呢度係錯嘅。咁如果啲女學生係真係再大多2年或者3年，咁佢哋有15歲或以上，咁佢哋係咪走得快啲、體力好啲？就算有火，佢哋都有機會走得切或者爬到上去呢？所以佢嘅講嘅嘢完全係不負責任。咁所以呢個校長每次出嚟講嘅嘢呢，都係令人非常憤怒。好啦，咁校長就講到呢度先。咁跟住呢，我就想講下關於小平原上去馬騮崖呢段路嘅地勢啊，同埋個情況係點樣？嗱，而家畫面呢幅相呢，就係馬騮崖嘅位置啦。咁呢幅相拍攝日期呢，就係從一段 YouTube 嘅片度獲得嘅。咁就係2021年1月14號 upload 啦。咁可能之前1兩日拍，咁即係1月10幾號，即係呢啲時候拍攝嘅。咁而家大家睇一睇呢張相啦。嗱，上面中間最頂嗰個石呢，就係馬騮崖嘅位置啦。咁中間呢，就有條路行上馬騮崖嘅。咁我就會用個藍色箭嘴去指住呢條路啦。咁就喺呢個箭嘴嘅上面嘅呢條路。咁我哋主要呢，就想睇下究竟小平原上馬騮崖呢段斜坡度，究竟未被燒之前嘅情況係點樣？嗱，明顯地呢個斜坡呢，右手邊呢，可能因為太陽照射比較猛烈啲啦，咁所以就同埋因為比較多石啊，同埋係屬於崖邊嗰啲位置，咁所以呢，其實佢就主要係啲石為主啦，咁同埋啲草呢，都會生得比較少，同埋比較短啲。同埋因為山火嘅時候呢，其實係吹東風嘅，咁呢邊其實係東面嚟嘅，咁其實就喺逆風位，咁啲風呢就吹去左手邊嘅，咁所以令到個火勢呢都可能會冇咁大。嗱，跟住我哋就有個近鏡，咁呢個近鏡就有啲人喺度行緊向下行嘅，咁留意下啦，其實近鏡睇到嘅時候呢，其實啲樹真係有啲個人咁高嘅喎，即係唔係你心目中嗰啲草原啊，好似去到膝頭咁高啊！啲草唔係嘅喎，其實差唔多有啲小樹嚟嘅喎嚇，都同人差唔多高喎。所以咧，當時山火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係成個人都燒到。咁所以當時山火嘅時候咧，所有同學逃生嘅時候咧，應該都係兩邊都係有啲樹遮住晒㗎啦。喺前面有條路見到少少，一路向上行就一路慢慢見到條路，咁先一路逃生嘅。咁其實佢哋甚至乎呢啲火喺邊度燒埋嚟，佢哋都未必知，或者佢哋逃生嘅時候向上行呢，基本上前面條路行緊去邊呢，佢哋都係未必知道嘅。嗱，咁所以我咧之前蘇同學所講呢，其實佢係最後一批人行上去呢，其實佢係以為後邊冇人啫，實際上周志齊老師喺後邊出現噶嘛，咁喺佢後邊亦都係可能係喺唔同嘅地方有其他同學逃生喎，例如我頭先所講嘅右邊。嗱，咁我哋基本上咧都有晒數據噶啦，究竟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嗱，一切咧就由張遠恒影完嗰幅相之後開始講。
因為之後有啲熱同埋已經過相思淋，所以佢又除咗條外套變返藍白間衫。嗱，佢影完嗰幅相之後呢，就應該攞啲煙出嚟食，或者有派俾其他同學食啦。咁呢個都唔算係好大問題，因為其實呢個火燒得咁快，好大機會係由明火所造成嘅。嗱，咁我就暫時叫返佢做藍白間先啦。咁藍白間當時就應該係燒緊一啲會跳嘅昆蟲。咁會跳嘅昆蟲呢，即係話佢燒完一次之後呢，佢跳咗第二度，佢會再燒，跳完再燒，如是者係有成2-3個火頭燒咗出嚟，應該係燒到啲草2-3個位置，所以啲火先起得咁快。跟住想攞隻手去整熄啲火，但係整唔熄，救唔到，然後面亦都可能有蚊拍水嗰啲情況，所以塊面呢亦都會有可能着咗火。咁喺呢個時候側邊有同學見到啊嘛，咁梗係有人會話可能着咗火點算好呢？咁跟住就驚動到周志齊老師，跟住周志齊老師就行過去問點解有火，邊個玩火？咁呢個時候梗係全部人，包括周志齊老師同埋其他同學，梗係望住某一個人㗎啦，踎低咗嗰個人，咪就係藍白間咯。嗱，無論藍白間踎低燒乜嘢都好，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得佢一個有火機。唔係佢燒，係邊個燒呢？嗱，藍白間就話冇人睇到佢開個火機出嚟燒嘢嘅，佢話係冇人睇到嘛，冇人證物嘛。咁但係問題係，就算有人睇到又點呢？嗱，如果嗰人睇到冇阻止佢，呢個算唔算幫兇呢？嗱，呢個就係所謂點解有 cover 呢個問題啦。就係就算睇到嘅，都話睇唔到啦。如果我同警察話睇到佢開咗個火機，跟住警察再問點解你唔阻止佢，咁點答先？咁所以呢，最多啲同學都係話呢，見到佢踎低咗之後呢，就着咗火，佢應該就係玩火。咁最初就應該係話唔知佢玩火嘅，咁梗係話唔知咁樣啦。咁跟住之後見到着咗火啦，就知道佢玩火啦。咁就會話冇睇到佢撻着個火機，即使真係睇到嘅話，都會話我冇睇到佢有撻着咯。咁所以一路流傳呢，都只係話有同學知道邊個玩火，就冇睇到佢撻着個火機。咁但係各同學就唔需要擔心嘅，大家都會明白，其實即係唔關你事。即使我相信有某部分幾個有可能有吸煙，可能即係個火種應該未必可以令到火咁快燒得咁大咯，可能個關係真係未必大。咁但係當問起上嚟嘅時候呢，就一定全部人一齊受牽連啦。即使冇食煙嗰啲都可能會受牽連，因為你喺佢附近，所以企喺佢附近呢，就已經係俾佢連累啦，俾呢個玩火嘅人。跟住一切天時地利同埋人禍一齊出現。天時就係呢個咁乾燥嘅天氣啦，咁濕度都係得50%。時就係呢個時候仍然係有10幾個同學同埋2個教師係未爬過馬騮崖，就仲係要逃生。地利就係啲乾燥嘅草好多喺度，好容易燒得着。而呢個係一個斜坡，係會不斷向上斜咁燒上去，燒得比人行仲要快。同埋最後人禍，即係有人玩火，就導致呢次山火最終都要發生。好啦，咁我哋就再講返當時嘅情況啦。咁當時周志爺應該就想去救火嘅。咁當周志爺老師發覺啲火救唔熄嘅時候呢，就即時叫呢班同學呢，就從右路跑出去嘅。咁所以蘇遠山同學呢係睇唔到佢哋嘅喺中間。好啦，咁呢批同學就一路向上跑啦。咁但係當時個火呢應該係未燒到上嚟，未燒到佢哋嘅。咁然後周志毅老師當時可能已經燒着咗，或者係佢同另一個女同學鄺淑玲可能已經被啲火燒到。咁佢亦都即時再走返去條路嗰邊，就叫其他同學快啲走，包括咗蘇遠山同學同埋其他幾個女同學。留意下藍白間嘅位置咯。點解佢會喺後邊呢？因為佢應該係呢隻手已經俾火燒傷咗。所以呢就會行得好慢，咁就同其他同學呢基本上失散咗。
咁另外當時龍宇瑩同學應該都係被燒傷咗嘅，或者已經着咗火嘅。咁但係我哋再睇下幅圖啦。咁其實周志怡老師同呢兩個女同學鄺淑玲、龍宇瑩呢，其實就一齊跑上去嘅。雖然可能燒着咗，咁就係盡量跑上去上面逃生啦。咁但係因為火嘅速度呢，真係燒得比可能人行仲要快嘅。咁所以最終呢，佢哋三個呢都喺山坡較上嘅位置呢就遇難。咁蘇同學同埋另外嗰4位女同學呢，都會係有嚴重燒傷嘅情況嘅。咁可能就因為個火喺佢哋喺偏右嘅情況，咁個火呢喺右邊就可能冇咁大火啦，同埋可能有啲石啊，或者係風向嘅問題，咁佢哋就即係冇遇難到咯，即係但係都係嚴重燒傷。咁而藍白間呢，應該就係想爬上去右邊嗰度，同佢哋之前嗰批同學上去嘅時候呢，就因為佢自己行最後，佢哋都失散咗，咁佢自己亦都冇辦法爬到上去嘅。咁最尾亦都可能有跣腳嘅情況啦，咁就碌咗落去山度，咁最終呢就碌咗落火堆咯。咁另外再講埋就係黃秀眉老師啦。咁黃秀眉老師應該係不斷推啲學生上去個崖中間，即係上仙姑峰嗰位。咁之後呢，可能因為大煙啊，或者個火已經燒到埋嚟啦，咁佢都冇時間爬上去，咁佢就去咗左邊逃生。咁但係就亦都係可能不幸遇難啦，因為可能嗰度已經係好大火。好啦，咁以上就係我所理解當時起火嘅時候嘅情況啦，同埋各師生逃生嘅情況，大概就係咁樣啦。咁呢段片呢，就算係一個比較大嘅總結嚟嘅。咁但係大家所講八仙嶺之謎，咁其實就即係其實唔係咁難去理解嘅，因為其實得一個人有火機。咁啲證供都講到明係邊個啦，甚至我之前上一條片，政府化驗師張國強啲講到明係其中馮堯敬中學裡面嘅一個學生玩火所導致。嗱，咁跟住呢，就有一件靈異事件呢，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靈異事件呢，就係一個山上面呢，其中一個位呢，就好似一個魔鬼嘅面具咁喎。咁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啦？我畀幅相大家望下先。好啦，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啦？咁我就好似睇到少少嘢咁樣咯。咁但係又唔係真係十分似嘅，似地咁。好啦，今日嘅影片分享呢就到呢度先。咁主要就係分享咗許榮華校長嘅一啲言論嘅睇法啦，同埋成個山火嘅即係由開始燒一刻到逃生嘅時候嘅經過啦，同埋所謂 cover 嘅情況，我都係有分析過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想再知多啲八仙嶺山火嘅真相呢，咁就可以加我頻道，咁就方便睇我下一條片啦。好，再見。